解要咁啊？眼神啊，俾啲，哎呀哎呀，哎，小心小心小心啊，好聲啊，最緊要安全。喂，hello，忘記你怎麼抱緊我，忘記你當晚是怎麼親我，但這首不變情歌，在你家中的唱機裏，在你一呼一吸節奏內，一段吉他一個和弦，像你那麼搖撼着我，狂熱如火。從收音機中聽那衝動的點唱，情歌一首一首說出真相，誰又會知我們當天分享過這首歌，誰會欣賞？從收音機聽到你衝動的點唱，還重新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猶如走進現場，這首歌是你衝動點唱。Thank you，多謝。第三啊，上面係啊。除了你決不是別人，唯有你聲線是這麼吸引，是這首不變情歌，是你一把不變聲音，是我所與故事，今夜更加親切動人，令你我的全是舊愛，隨旋律重生。收音機中聽那衝動的點唱，情歌一首一首說出真相，誰又會知我們當天分享過這首歌，誰會欣賞？從收音機聽到你衝動的點唱，還衷心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猶如走進現場，這首歌原來是你衝動點唱。從收音機中聽那衝動的點唱，情歌一首一首說出真相，誰又會知我們當天分享過這首歌，誰會欣賞？從收音機聽到你衝動的點唱，還衷心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猶如走進現場，這首歌原來是你衝動點唱。呢邊啱做咩？情在半空猶如走進現場，信我的原來是你，心內所想。仲笑臉到我隻手幾痛啊！每次咧握完手咧都覺得仲流汗仲多過跳完一 part 勁歌熱舞。不過咧每一次嚟到握手呢一 part 咧，我都好開心好興奮，因為咧終於可以俾我有一個好近嘅接觸啦，同一直以嚟支持我歌迷再一次好近距離嘅接觸，去答謝佢哋嘅。咁其實講翻喺樂壇都唔短嘅日子咯，可以叫做都有9年嘅時間啦。咁其實當中係經歷咗好多嘢啦。咁當然係有開心有唔開心啦。咁但係咧每一次經歷過一啲所謂困難之後咧，都會令到自己個人會長大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個性格就係可以話係
怪怪地嘅，即係熟悉我朋友就會知道點樣同我相處啦。咁可能我對於我自己工作係太過有衝勁同埋太過緊張，咁好多時處理工作嘅時候咧，都會令到自己嘅情緒可能有時控制得唔係咁好嘅。雖然我呢份性格令到我喺一個娛樂圈嘅發展或者喺樂壇上面嘅路途係可能會比較難少少，因為我自己嘅性格唔係話太圓滑啦，好多時都係直腸直肚啊講嘢。咁但係當我回想翻過去9年嘅時候，如果好多時我都唔對自己有啲堅持，或者唔對某一啲事有啲執着嘅話，我諗可能而家已經喺樂壇度消失咗㗎啦。咁所以喺呢個演唱會入邊特別揀咗呢隻歌作為一啲作為我自己心聲啦。咁我覺得呢隻歌嘅歌詞唔多唔少都可以表達到我自己少少嘅內心世界。